黃金同比特幣，一個係傳統避險之王，另一個係數碼新貴，佢哋真係有關聯。朋友們，如果你覺得呢條片有用，記得按讚、訂閱同埋喺留言區留言。黃金同比特幣之間有冇關係？簡單嚟講，有，兩者都係所謂嘅避險資產。黃金稀有，而比特幣總供應量上限係2100萬個，就好似數碼黃金咁。歷史上喺經濟動盪時期，佢哋嘅價格通常會一齊上升，作為對抗通脹嘅防禦資產。但到2026年1月，佢哋嘅相關性跌到0，黃金持續穩定上升，而 BTC 依然波動大。數據顯示 BTC 減半後嘅稀缺性同黃金儲備相似，到時 BTC 可能會被加入儲備同黃金互補，提供低相關性嘅風險分散。但佢哋唔係永遠同步，黃金保持穩定，而 BTC 則波動更大，提供高回報，同時亦都有相應嘅風險。跟住黃金升值之後 ，BTC 可能會進入反彈階段，帶嚟重大機會。挖 BTC 嗰陣，唔好忽略呢個關係幣價低時開採更划算。黃金同 BTC 各有獨特優勢，同時投資可以帶嚟更大嘅穩定性。你覺得佢哋似兄弟？咁留言區分享你嘅睇法，一齊傾下投資見解。Translated with deepl.com free version。